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起来咯。讲到一个面包啊，大家最熟悉的算是菠萝面包吧。台年小子都真爱食咯。不过菠萝面包呢，有一间在美浓的店的专门在卖哦。到底一个菠萝面包今日我上回来专门卖一个呢？里边有样板的故事，咱接下来有请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马上来分享一个来自美浓的清淡一下的两公婆。首先先来分享我们的阿平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来自美浓面包的于平。欢迎阿平哦，阿沙哈来係我哋嘅阿強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濃嘅民雄。哇，歡迎我哋兩公婆來到我哋節目底杯。等一下呢，就好聽聽兩位的故事咯。那首先我先來請教一下於平好了，就是你們本身啊，在美濃開這個店，我知道。那剛剛聽您的那個口音，好像你不是客家人，對不對？对，我不是客家人，我是基隆人。你是基隆人？对，所以是认識民雄之後才來到美濃這裡？沒有，我是大學的時候就來到那個內門，念那個實踐大學。對。那阿雄應該都才第一年了吧？做我才第一美濃人。兩啥係乜嘅時間認識的？係讀大學嘅時間認識的嗎？是大學的時候認識他，然後他已經是社會人士。阿雄，你哋店嘅開下啲美濃，是不是也是因為你去尋到一個味素，將開始睇下啲開店嘅呀？係啊，也是做些時間溜下歌，都我看到一個店面，都我阿平又去想啊創業，於是佢討論講啊，我哋入邊開店冇安尼。原來安尼。阿平，那剛剛明選有說會有這間店，是因為他去找到這個位置，所以當時你就決定畢業之後創業就是要做一間麵包店嗎？畢業之後呢，就先去到南科當那個上班族，然後它是一個朝九晚五有週休2日的一個工作，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很無趣，然後想要離職，然後主管那時候就勸我說很難找到那種固定週休2日見紅就休的工作，問我有沒有什麼興趣啊，就去學一技之長這樣。因為他覺得那個工作也沒有什麼前瞻性，這樣，然後我就想說，小時候就很喜歡做一些手作烘焙，然後但是我家裡人不是很支持這樣，然後反正我都出來，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這樣。吳守公，所以那個時候你就想說啊，我已經現在做了一份正職工作，那趁着假日的時候，自己想再去看一些做別的事情，所以才去學了烘焙。所以你先去考試，還是有先去上課這樣子？我就直接先報了丙級麵包這樣。我那時候打電話去補習班的時候，他就說，我就先問他說，我想要烤丙級蛋糕。然後他就問我說，丙級麵包烤了沒？麵包比較簡單，麵包烤了再烤蛋糕會比較順。那我就說，那好啊，那就先烤麵包這樣。所以你自己個人來講，一開始是對蛋糕的興趣大於麵包，是這樣嗎？因為女生都有一個幻想，想說要做麵包，做蛋糕漂漂亮亮啊這樣，然後麵包就感覺很出眾。那是什麼原因讓你最後選定了麵包，放棄了這個夢幻的蛋糕？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較粗魯，我不是很細心，然後自己做了麵包之後，反正發現就是很粗獷啊，就是加一些什麼東西下去就可以變什麼，不用那麼精細，就比較適合我的個性這樣。阿雄，唔認識阿平的時節啦，佢就同講過佢有個夢想嘛，要開一間麵包店的。伊講一時間也興趣就想做麵包，於是俺開始就買一些器材，來避險練習安尼。嗰時候還唔前送過還唔前考試之前，其實佢就有在開始在學習唄，自己在摸索。佢家啲名安尼啊。這樣子前前後後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？阿平，你花了多久的時間才達到說，我可以出師，可以去工作這樣子？因為我在南科工作10年多啦，所以是10年多之後才決定開店。所以中間就斷斷陸陸續續好去做學習麵包這件事情。對。那除了去補習班考試，你還有去經由其他的管道進修嗎？有啊，可是比較妙的是，我考完丙級麵包的那時候完全不會做麵包啊！等一下，可能醫師這種證照來講，它是考麵包一定會有筆試跟實作嘛？那你筆試 OK，那你實作 OK 才會考到證照，那你怎麼會說你不會？因為它比較妙，它是
否考试的，它就有一个公式，你可以顺利的考过，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好吃，它就是有一个标准而已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像是我们考那个驾照一样，等一下教练跟你说哪里倒车转一个几圈这样子，结果出来之后完全不是这回事。对。哦，那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决？我那时候就买很多食谱，然后就在那边看，然后自己乱试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，因为我做了之后，我都有在公司试卖，对，然后拿给同事吃啊，然后他们觉得我还蛮好吃，就会给我一点回馈这样，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，然后我就在脸书上看到就是一些。我是跟王传仁老师学，然后王传仁老师就有散布一些学生在脸书上嘛，然后他们就会有就是招生，然后我就看他们做的作品就很吸引人，这样就是跟我的都不一样，对，然后我就有去报名这样。那个时候报名找到这个老师，你是一样在南部这边吗？还是又要再舟车往返这样子去学？我那时候就是去台北万华学阳光轩辕烘焙坊学面包，对，然后因为老师只在店里面教，对，然后他不跑教室的，然后就是他就是有开那个第一堂课，然后第一堂课就有12人，然后就是他开的时候你就要去抢这样，然后很好笑的是那时候就是开课12人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只有6个人报名，对，然后学姐就有一直去拜托老师说6个人还是开啦，因为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很期待说可不可以开，可不可以开，因为以往不满12个人老师就直接关掉，然后那一次就很妙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老师就顺利的让我们上，对。那这样子你在学的过程当中，自己学跟老师教，你觉得差别最大在哪里？差别在最大就是有一些诀窍，就是面团应该打到哪里，然后什么时候该下奶油，然后什么时候应该要怎么样，然后水，就是我们教的会是完全不加冰块的，可能就要冰水啊什么的这样。就是有一些小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，书上没有的，老师教的就是跟书上写的不太一样。对。阿平在收面包的时候，从几次搞会拿去同事搞关去卖嘛，做给大家试吃啊。你自己有试过吗？有啊。给烘之前同烘之后，两个有没有什么差别？差多诶，差多诶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因为客户有咩问题？系啊，我加送伊拢不用的材料，加伊上课的时间新山教育材料，平，可能有时会差一些材料啦，不管好坏。会差一些，不过做出来东西，客户干嘛个秘辛拢差几多。你这时间试的时间，有时都讲，阿平你等一下，我试到失败有姜的，你会跟他这样说吗？其实19个拢会姜啊。系啊。但是你对条东面还拢支持去做吗？错噶，系啊。那阿平你在开店那个时候阿雄帮你找到了这个位置之后，你就毅然决然的说我要在这边开了。那个时候，因为冷冻底面包有很多种主题嘛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像这一次这么特别？我就专做一个菠萝面包的专卖店。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就精品课就有上到菠萝，然后我们是一刚开始，因为老师是循序渐进的，然后一刚开始就先上日式菠萝，然后再上到台式菠萝，我就觉得老师的菠萝超有特色，然后外面比较少看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过我刚刚听你这样分享，蛮特别的。所谓有什么叫做精品课？老师的上课还有分那个舶来品、精品这种等级的吗？老师他是基础课1到9堂，一定要从第1堂上到第9堂。然后因为一样嘛，12个人你一定要抢，你只要没抢到，你就要再等下一轮。对，所以1到9堂上完基本课，还有一个基础的证书，就是你上了1到9堂的心法课。然后之后上的精品课是真的可以拿出去卖的对，然后老师在店里也有卖这样，对。所以老师在你们上完精品课的成果，老师会跟你们现场点评这样吗？就是你回去要交作业交作业怎么交？我们蛮特别，因为老师在北部嘛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叫做社团，然后那个社团是封闭式的，就是我们有上课人才能进去，然后你自己回家做之后，你就要拍照，就像这样剖面也要拍，然后背面也要拍，然后老师就可以去判断你发酵哪里有问题，你打哪里有问题。那我们这种学者都看不出来，然后都老师才能就是帮你看说哪里有问题。
对啊，我想说老师这么强啊，你们如果炒出成果，要么就是寄上去，要么就是自己带上去。如果结果是线上这样子看，很妙。我有问过老师，老师我怎么都看不出来，然后老师只回答一句：“你如果看得出来，我还要当老师吗？”真的就。功都按呢，就猛说，就是老师之所以是老师，就是他有他厉害的地方。按呢，所以就决定说我要来做菠萝面包的专卖店之后，可是刚刚问题啊，我又想到一个，你有说做日式跟台式，那所谓的日式菠萝跟台式的菠萝，可能用炸差别在哪？到底差在哪里？就日式菠萝它叫美浓面包嘛，那美浓面包它的英文其实叫 Manon，Manon 就是刮的意思，那会叫哈密瓜的意思，因为日本他们就觉得那个长相菱格纹像哈密瓜，所以在日语就叫美浓胖，然后翻成国语叫美浓面包。哦，对，然后那样呢，所以它就是一系列的菠萝面包。对，所以我才想要开专卖店，而且老师有说，就是我们这种半途出师的，没有办法就是什么都做，会什么都抓不了，他就说那你只能抓一样。哦，佢說阿強當時唔能睇開一個店名嘅時候，唔能應該有討論過一個店名，所以最後才是決定用美濃胖一個做店名，係安尼嘛？錯。因為行前阿平行前講到嘅時候，我覺得睇美濃開嘅麵包店，佢說唔能按到美濃胖是這樣子呢。一時間概念先生講到嘅時間，拄好俺哋先喺地方睇美濃，因為先生就想講就像聽嘛阿平講的意思安尼，哈密瓜的意思安尼嘛，都反過來就變做米濃麵包，就安尼意思伊個好名嘅做米濃麵包，菠蘿專賣店安尼啊，就這麼剛剛好。錯。哦，觀眾朋友，原來有個菠蘿麵包，另外一個名嘅就係我哋嘅米濃胖哦。不過大家唔好走開哦，等一下還有更多神奇嘅故事同好食嘅麵包，好好同大家分享哦，馬上過來。前面談嘅阿平今日用馬上要來開一個按特別嘅菠蘿麵包專賣店，今家啊終於可以來好好享受一下一個好食的麵包咯。阿平，剛剛前面聽了這麼多故事，但是我心心念念的還是想要看着哇，這麼多可愛又好吃的麵包。那你們的菠蘿麵包裡面賣最特別或者是最熱門的麵包，就交給你來跟我們好好介紹一下吧。我們店內有6款菠蘿麵包，然後3款是有包餡，3款沒有包餡，然後其中2款是日式的美濃麵包，然後就是有菱格紋的，就是日式美濃，然後這個是日式原味，然後有黑點點的是日式伯爵紅茶美濃麵包。哦，所以在我的前面長得比較白淨的，就是日式的，就是格子紋這個。就是日式的啊，只是那個格子紋上面又有一些小點點的，那個是伯爵紅茶。對對對，那是茶粉。哦，對對。那這樣子，我們既然是你先介紹這個，那我們就先來試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那所以你剛剛說這個是日式的，那日式的特點在哪裡？日式的特點就是它皮沒有打發，它就是簡單的拌一拌而已。然後拌一拌之後就加麵粉來開始形成它的皮。然後在包的時候，包結束之後會沾上砂糖，所以你表面有一種那個濾鏡的感覺，亮亮的。真的呢，觀眾朋友，現在啊唔係大家看得出來嘛，不過啊看得出到有個燈光哦，光線按你打下去啊，當個金金哦一閃一閃的按那裡，不過佢輕鬆有香味，但是沒有到很濃的一種香味。他現在發現到一個輕特別的。有個蛋糕菱格紋按貼片啊，但是唔知大家睇得出來冇？這個麵皮烤按呢，很酥脆的感覺呢啊，而且咽下去給我彈紅來哦，它好像球很像球對對對，日式它比較酥脆，然後麵包體比較 Q。哦，按呢都在 Q 剛迄樣版，味道迄樣版，我能試一下好然後我們使用的是歐規的麵包麵粉，所以它吃起來會比較 Q， 跟日規的麵粉不一樣，日規比較細緻這樣。調到安尼說下去啊，真是，你唔會像安尼一般台式所謂的台式菠蘿麵包安尼說下去吼，佢會做可能各式於是咧，它會粘牙，還是說佢夠軟？
就是没有那种口感在。但是其实还就像奶条都按你捏呢，你可以很有弹性，轻有弹性呢。放在嘴巴里面会挑你，在嘴巴里面跳。因为我们筋度有打够，然后我们没有加什么蓬松剂啊、乳化剂，所以你不会感受到那种粘牙感。对，就是扎扎实实的给你吃一块面包。真是，而且啊，虽然讲几块扎实，但是底部呀，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失败孔隙还是有，很绵密，而且清圆哦。重点是不会过甜呢，没有很甜。虽然说一蛋糕里面有撒个糖粒有冇，但是真的没清甜，所以对老人家还是说小朋友来讲，其实算是一个蛮健康又好吃的。对，我们6款菠萝面包都是做减糖版的。对，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印象中好像都会很甜，但是试看看我们的，就是绝对会不一样。真是吃下去真的不会到说甜到会亲不黏让你腻口的感觉。但是呢，吃下只要素苗苗啊，也不会黏，也不会油。对，不会油。调到阿平有讲到啊，有用了什么欧龟的面粉，那面粉还有粉哦。对，老师上课有介绍，就是面粉有分欧龟跟日龟，然后日龟比较细致，然后我们是使用欧龟的，比较 Q 这样，然后它比较难打一点。这类个日式面包就这么的特别的，那接下来应该还有更多有趣的，阿平继续吧。然后之后就是进入台式了，然后这是台式原味，然后跟有包馅的奶酥菠萝面包跟红豆菠萝面包。那我们那个内馅都是自制的，没有在用现成的。除了现成的话，只有那个巧克力菠萝是用现成的巧克力豆这样。包括个粉头的也很能自己去做的嘛吼。阿雄就是个红豆的也很能自己去做的嘛。错啊。你能要煮1球个粉头的啊？伊要煮起来差不多要3点钟啊。好哟，你俺能对个粉头的试看下先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转过来大家都看得到，个粉头的腔样，其底部孔隙框框的抹青苔，应该是烘了也quite好吃。哟，粉头面是quite重呢。人的粉头用哪只味的粉头呀？用豌豆的啊。个粉头的腔样呢，唔会quite甜哩，我觉得会quite甜呢。因为俺哋去甲煮，所以俺哋就甲伊减糖。因为老本来唔会太甜，无就无妈咪丝。所以咱坚持去甲伊煮。虽然讲唔会quite甜，但係食烘嚟叫粉頭嘅米頭同個甜米皮個嘟嘟烘呢，再加上個這個皮，你看，雖然講有失敗嘅淵呢，就不用嘅失敗有時間呢，但係食烘嚟還係quite好食呢。錯噶，因為以前我哋做皮，我哋嘛去甲用嘅。真是同老闆食烘嚟嘅冇馬相同。旁邊還有個台式菠蘿，哇，真是貴啲唄！你能做一個粉頭的一般要煮1球啊？粉頭的磨多好，差不多3點鐘啦。哇，你嗰種人要準備咧，要準備幾球呢吼？錯啊，因為我哋要先做苦水。伊佢是在西槍嘛。我甲磨頭嘅佢拖起來。烏素嘅佢拖起來。後來再佢做苦水。做2邊苦水後再佢翕變軟。然後你開始我哋用細火，慢慢地給它拉。哇！因為驚啊，中間會出火啦，所以我哋要硬桶。你真功夫呢。冇法度，因為好嘅東西不能食。所以我哋堅持每拿蘿蔔我哋去它煮，雖然麻煩一些。阿平。刚刚我这样子吃啊，日式的它是一个这么可爱的菱格纹，然后台式的是这样。那台式的你们为什么会做的好像很可爱的蘑菇形状，跟一般外面卖的台式不一样？是有特别的原因吗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快速练成又包馅又包皮。就是一般师傅他可以边包馅又包皮。然后我因为半路出师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会先包好内馅之后拿去冷冻，再用盖的。对，然后盖了之后，因为想要区分，所以我就买那个派盘，小派盘，然后把它放下去，这样。不过那个这个就是你们的特色啊，简直变得很可爱这样子。调到有讲到的，也跟黑巧克力的巧克力的嘛，粉头的，那还有就是旁边有看到有奶酥的，刚刚有提到的。那中间我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原来那菠萝面包全部都过太口，比较胖胖的，很可爱。中间跟青葱会扁很像饼干的，也是菠萝面包吗？
它就是菠萝饼干，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在卖隔夜，然后剩下的一定会卖剩嘛，不可能每天都会完售，然后剩下我们就把它冷冻起来，然后再切片下去烘烤，让它变成另外一种产品。哦，阿雄，那个饼的个想法，迄能用啥用它想出来嘛？也是阿平安尼甲讲啦，因为安尼讲拍个爱送颜色，又唔是爱送买，因为毕竟也蛮幼儿园嘛个嘛因来因生意咧。送陪老人家是又惊啊因的思路会惊，所以伊是阿平就想讲该切饼的，安尼再加一摆工，该行出来呢。安尼行出来饼的面硬的，迄素的。像用龟壳是因为迄龟壳是在菠萝面包做出来的。错。那这样阿平，每一个面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，也都很好吃的感觉。刚刚我也试了2个，确实是这样。那你自己觉得啦，就这些面包里面比较难做，或者是比较困难制作的是哪一个？刚开始开店的时候，我觉得包馅很难做，因为我常常把它包的没有包紧，或是一直往上推就破掉。对，然后破掉，你硬是盖上皮之后，它烘烤之后就会吐出来，对吧？然后你就觉得好可惜这样。顾总说，所以现在对你来讲，每一个都其实都很容易的。现在对我来讲还是没有包馅的比较轻松。其实一刚开始对我来讲都很困难，因为我都会把表面的皮推得很薄。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有切面的那个没包馅的那个厚度是有的，皮的厚度是有的。对，安尼阿雄，因为阿平讲啊，对佢来讲，头下的时间可能会有包下的个困难嘛。对你来讲，阿平还有学过呢。唔自家应该，你有学过冇？冇学过，冇学过嘛。那对你自家来讲，唔会天数啊，唔会讲那些面包对你来讲，个快去处理的呀。其实。佢快处理爱学啦，学几位一天拢袂啦，所以我就用去分工啊。你用办分工？就包面包，包皮迄伊咧用，我就菠萝的皮，就米我咧做的安尼啊。你做一个菠萝的皮，佢有个爱重要的点嘛，还有特别注意的地方。像做一皮的时间，我哋要有湿度嘛，一时间我哋用的。你做的时间有些潮湿啊，因为有时特色，伊讲伊较好包，做起来较酱。毋过爱看做唔得特色，有湿，毋过又有时现的出来。无讲我哋办的下去用的时间，挂办啊，下去用的时间做唔得比甜食啊。一天放雨落的时间，一粒，毋过又有湿度，所以我哋做起来那会较酱。过程中我哋差不多半年，就为了一个事情，伊讲伊啊，爱做爱的，所以我哋就安尼，伊讲的我嘛唔想插伊啊，做迄面包，出来时间看成品，我哋来讨论讲啊，一个皮到底安样用，所以多器皿我哋用去研究出来，到底要用的湿度，係对我哋面包做出来去酱安尼。所以。讲到最尾，能用啥终于达到一个平衡。如果那些湿度我能可以的，这样可以安尼。但是这样可以点，可以多的时间，这样有一个讨论吧。还有些物件应该冇安尼个争执的吧？一开始可以点的时间，我哋为了一个皮嘛，所以我要有湿度，所以我一开始湿度还有的时间，我就用笔，差不多20粒。我第21粒开始，伊会引潮啊，因为我用好成品体液，伊会引潮，因为可能冷气材啦，还有太气环境的湿度，可能会引来引潮，所以伊会引爆引硬点，所以可能前面20粒会酱，后尾就会出，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用，就差不多保持一天的湿度比慢慢的包，当然引爆引加，所以我速度嘛加强安尼，所以我后尾就。我做出安尼面包，较酱的面包就因为后尾安尼改变安尼做的方式，安尼啊，品质都够稳定。错，做唔得像弄办呢，一开始我用的60粒比啊，结果后尾拢走啊，伊嘛坏包，坏包就算呢，做出的面包冇像前面的安酱，观众朋友，原来可以点的今日的速度也改重要咧。唔过今日常常的除了速度，今日的品质也稳定下来哦。唔过后边还有更多精彩故事，绝对唔好走开哦！马上来同大家分享。
前面是在暗号是在菠萝面包，不过除了现场看到的之外，今天还有其他面包吗？继续来请教一点咯。阿平，刚刚你介绍我也吃了这么多好吃的面包了，那你们还有其他的面包吗？我们店里有2项不是菠萝面包的产品，就是白吐司跟肉桂卷。然后我们白吐司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没有加那个牛奶，也没有加蛋，然后它是纯素可以吃的。然后因为我们是用欧规的面粉嘛，它打起来就很 Q， 这样，不用使用蛋跟牛奶就可以很 Q。然后我们奶油下的比较重，所以整个都是一个奶油香的吐司这样。你们买菠萝面包的专卖店吗？因为想到讲在另外人卖的按贴的白吐司小胖哦。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白吐司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白吐司在市面上很少见。对。原来自己喜欢，所以才是这样子。除了要给小胖，没卖其他的吧？还有卖一款那个肉桂卷。肉桂卷。这个也是你自己喜欢吃？对，没错，而且它很特别，它里面有加核桃之外，那个核桃我们还有刻意用手工去把它剁碎，让它口感一致这样。然后外面的那个肉桂卷，你有吃过的话都会淋糖浆，那因为我们要包袋子，我们不想要让它沾得丑丑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撒肉桂糖。所以是在那个表对啊，你能按你讲啊，都想到我之前提诺贝斯也给肉桂卷的时间，更是有冇？虽然讲今年呢给核桃啊、好饼啊，quite好的品质quite好，但是一吃给都经典，我还要很珍惜的给它拿回来按你们所以就把它特别把它切碎，不用你去底部按呢？对，没错。哇，那内馅都是自己调的，这样。阿勇，你们这个从阿平，你们还有西粉那一袋的面包，先讲一下吗？因为还不会有可能你们这个在推出某种用也是你们自己喜欢吃的。其实艺术蛋糕好贵的面包几多种，不过我们无按多的元素去做出来，味呢可能会出于咧做贝里斯的，那伊嘛迄个菠萝系列。吐司，像讲我们要请时间，那速度因了因价，我们做的流程因了因好的时间，我们可能要该做出来，加大家分享安尼你估条到阿强用分享到要个名的贝里斯，佮从来食的嗰种诺贝酒精的饮料，亲像强用的名的，迄强用嘅材料吗？从贝里斯就有点奶酒，系啊。不过佮适方了冇有酒精的米西莫。它烘烤之后就会蒸发掉，是留下奶味。我说吃的不是讲讲有酒驾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它就是一个奶香味很重的手撕吐司这样。所以那个是在规划，应该他们先推出，还没推出的。对，因为我想要就是菠萝专门嘛，再推出一款菠萝的吐司，那有可能就会渐渐把非菠萝的品项拿掉。但是白吐司这个品项就是。我们斜对角一个摇篮咖啡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他从我们一刚开始开店，他吃了很喜欢之后，就开始跟我们拿。他店里面有那个厚片吐司的品项，然后就有跟我们拿吐司来制作他们的商品。所以你能变成供应商了。对。阿品，刚刚前面讲到现在，我发现说你们这个对这个面包有一种态度在，包括你们的面粉啊这些食材用的比较好。你这个在开店的时间，你有限制说，不是说限制，没讲限制啦把自己的店有增加一些说你们的信念，讲一天要做到某些事情，就是我要达成什么样子的目标，或坚持什么样子的理念嘛？就坚持吧，就是用好的奶油啊，然后一定是现打的鸡蛋啊，鸡蛋有那种打好一罐一罐的，有没有？我们没有在用那种，都是然后一般的砂糖啊，对，就都用一些就是你们一般就可以买得到，只是就是透过我的手去组合这样。就是坚持讲用好的食材、好的食材啊，稳定的品质、好的品质。阿勇，你们坚持做一个事情啊，你们的成本来讲，会不会一直在提高？你们会从阿平讲，我们可能会调整呀，会有这样子的讨论吗？像我们成本来讲，我们拿做菠萝安尼一系列的东西，我们就成本太有使用体验。按哪讲爱在做配方的面包，我们可能就要很较多的材料，所以可能成本就会较高。所以我们做菠萝安尼用好的东西，哪讲明日卖迄气候嘛，那一定会存面包，无存太多，我们控制啲成本的
就唔会浪费很多啊。嗰所讲，我们对成本来讲，也有我们自家个计算同检测来讲，还系讲用好的食材，一定爱的就是好的品质，它还我们会精算，你们这个有算过，明年爱差不多卖一多粒胖安尼嘛？因为俺的面路，所以你来料的地方，观光的地方啊，所以有时间，俺的那加拉面，路皮的出来的时间。人效会较大，油效会较大落嘛，所以俺的量会做较大。像平常时就可能就油效较少，可能你试咧办呢卖面包，还试一下饼，还啉咧咖啡安尼，所以俺的量会较少。所以俺的要算好，若讲俺的今日做300粒，结果咱卖咧150粒，伊150粒的成本就俺的呢啊。系啊，所以俺做咧做切起来，做饼的。唔过唔像嘅150粒，量于300粒，俺哋嘅成本咧，要浪费时间去切饼嘅，成本又提高，所以俺哋根本做不工啊。所以俺哋有时间会太有时量，那真是做起卖hết，俺哋我建议行个费事，因为俺哋今年可能量就做安尼，俺哋冇买到对你较费事安尼啊。嗰所講，人也喺團隊咧，有個規則喺行咧吼，伊規則員工人下各度嘅事情都做各度嘅事，可能人冇按度嘅事情，人做各少嘅事，你可以有效地控制一個成本，唔會發太多嘅成本嘅。冇安尼，冇邊當然米咧嘛想賺錢，冇成本啊冇控制好，就已經做怕共用的呀。而且就是菠萝吃奶油吃比较重，然后奶油现在一箱都快要8000块这样。哇，对啊，然后没卖掉就会觉得很可惜这样。然后我们自己也吃不了那么多。真是，你要坚持用按好的个品质的八达啦吼，面粉也得。阿平头头有讲啊，你们咧规包底杯吼有新的一个面包嘛？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因为俺想到讲，几多的店的底杯，今天会讲，人家的面农有几多好的农产品，好的农产品，他们会想要加进去店里面的产品，你们有按哪个规包吗？你们会这样去想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们做专卖店，就是想说就是专门就好了，不会想要就是添加那个农产品进来。然后我们前面还有一间蛋糕堂啊，我不想要跟它有冲突，这样，它就是专门就是用什么147米啊，然后美浓红豆啊这些这样，然后水莲啊，对。我们觉得就是他想要农产品他就往前，想要吃菠萝他就来我这里，这样不要冲突，有钱大家赚。按你讲也唔错啦吼，就是讲大家自己有自己的特色，自家的特色，唔係講每一年都一定要做按你共用的事情。你们也算是挺有个性的一个店呢，吼，很有个性的小店。我其实没有花钱在宣传上面，我就只有脸书 po 一 po， 然后社团 po 一 po， 就是有那种美浓在地社团 po。我比较幸运的是，就是去年有店门小姐来，然后还有那个旅游达人肉乳来，都有就是帮我达到宣传的效果。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，就是把面包当成饵，多撒一点，我相信我的品质就是会帮我揪来很多回流客这样。按你阿平按你讲啊，阿雄，你能除了开店面之外，你能会从其他的店面会有人家网购啦，也讲嗰種用路風天的嘛？嘛係有啊。係啊。嗰種嘅你能係用辦有限制嘅量嘛？係講人接嗰度嘅單，你也做得。通常安尼，伊若天的話，要做時間嚟講，因為有時安尼咧批料，若講今日安尼批量就可能做100粒，還200粒，若講做200粒，可能係做得半是半，我若太量嘅時間，氣候做是講，安尼好準批料嘅，因為若要栽培的話，安尼還要變啊，要變比，人通個變起來，安尼再個基礎安尼啊。原來嗰時也係用路風天也做得，唔可能按買個口味先講好來，先準備。我頭先面對一件事情咧，阿強，你能咧分工啊，用啥麵包做好之後，你能共用喺阿平睇到位買，也會睇到位，你從我從安尼。一開始攏喺伊哋買，有時節，伊可能批買個料嘅，我哋用嘅就挑輪咧。像一開始我哋做好，我可能款東西，做下來。烤盤嘛，跟我寫，所以我會先嚟好俾睇，無限我先開店。若我全部用好嘅，我係去前面賣麵包，我嚟做嘢
爱批的料安尼啊。会唔会有一种情形讲，唔睇头前起的时间啦，人家看到人家唔买调羹用咯，你样样，等下你揾调羹用的时间，有人家在来买，会有安尼的情形无？尤其个人还会甲我讲，侬办咩调羹用啊，侬也蛮无用安尼啦。按讲无啊，一开始无提点好较多，也蛮爱提点好较多，个天数诶，所以有时会看到系啊，安尼啊。阿平，那这样子，可能阿雄安来讲啊，你这在一个客家庄来讲，你可能不太会说客语。那如果遇到在地乡亲来买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些沟通上的困难，还是会闹出什么特别的笑话？其实还好，就是说可以讲国语吗？他都可以说国语或说台语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客家他听到说你用国语，他直接就会转换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他会说你不是客家人哦，我就说对呀。然后俺的用心一点，清点一下呢，糖豆之后自己双声带马上就转换。对对对，其实蛮好的。哇哦，观众朋友，今日请幸运认识一个安有特色、安有个性的小店呢。大家假是讲有限来点面农老料的时间，可以去从人炒料一下是看那些买个按到面农胖，也就是俺的菠萝面包。今日再一次感谢俺的阿平同阿雄，今日带来按到好食的面包同精彩故事哦，多谢你们。谢谢主持人，感谢大家。麻烦迎大家来面农行料，试试俺的菠萝面包。好哟，去行料食面包之前，请用听听俺的欣赏来运动一下咯。希望俺哋福建来节目嘅朋友，记得点赞、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，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哟。